欢迎收听4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约伯记33章，辅导或辅导，就来祷告吧。我们会有机会辅导人吗？在那一条辅导的路上，我们是如何辅导他呢？是扶了他就倒吗？在今天我们看到约伯记33章开始的时候，我要来讲一个 John Maxwell 这位领导学大师所说过的故事，也跟今天约伯记有做一些对话哦。他说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忧虑是大图片中的一小点。有一年有一位前南加大足球的总教练John Mackay， 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以51-0的惨输比赛，是足球赛哦，所以这个比数真的是惨不忍睹啊。马凯呢，在这个比赛之后就走进更衣室，就看见了整团怎么样，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画面哦，就是被击垮、精疲力尽，而且万分沮丧的很年轻的这些球员。他说他们还不习惯输。然后如果你是一位辅导者，或是你是一位教练，这时候你会怎么回应他们呢？这位马凯教练他就站在板凳上说，伙伴们，让我们用这个观点来想，这个世界上有8亿的中国人还不知道有这场比赛。当我们发现我们是大图片中的一小点，那我们的观点还重要吗？我们的观点还有价值吗？我们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在今天以利户他在听了约伯和3个朋友的对话之后，他突然出现，而且一出现好像就带着很多的情绪，想要向约伯和3个朋友来表达。但是来到了33章，他把焦点就回到了约伯他的观点。约伯其实在他的自述跟他跟三个朋友的对话当中，有几个生命的疑问提出，而以利户今天也透过他有限的观点，在这里向我们来表达。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人是这么渺小，也如同以利户所说的，我们都是尘土，但是上帝好像也透过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来跟他连结的时候，能够承载上帝那无法测量的智慧，甚至我们每一天也因此可以活出生命的美。今天仍然可以是得胜的一天，阿们吗？约伯记以利户他向约伯说话，身为一个辅导者或是一个陪伴者，我觉得以利户虽然年轻，却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第一个，他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他站在一个立场跟角度是，他告诉约伯，我是诚实真诚的说了这段的话，因为我跟你一样是用尘土造成的，我并不是比你更高高在上，我的生命也是上帝所赏赐，并且他让我有从他来的灵，使我能够领受智慧来向你说话。而这说话的过程中，如果你有话要回应，我也会听。我们都知道以利户听了很久很久，在那3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开始到结束的时候，这让人难以想象的耐心，我觉得很值得学习。而第二个是，当他要去辅导这个人的时候，他重述了一次约伯说过的话。我们都知道他站在旁边，或是陪伴在旁边，就在那个很长的时间里面，他对约伯说，你说的话我都亲耳听见了，
你说呢，我无辜，我没有犯过什么错，我清白，没有犯什么罪。然而上帝找机会打击我，把我当仇敌看待，他用铁链锁住我的脚，窥视我的每一个行动。其实接下来以利户要回应的就是约伯他第一个生命的疑问：为什么会有无辜受害者？我是无辜的，但我却受害。在这里，以利户他尝试用他认识的上帝观点来回应。他说约伯，我告诉你，你错了。上帝这么伟大，他需要回答人的疑问吗？他需要回答人的申诉吗？其实上帝的伟大全能，人这么渺小，他根本就不用回应。但是上帝却是一再开口。可是他一再开口，人有留心他的话语吗？还是他一再开口，好像那个频道错了一样，一直没有换到正确的频道，听不见？或者是正在看同样的频道，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进去在想别的东西在说别的话，在很分心做别的事情他讲到上帝是一再开口的上帝，并且他的开口就好像那个时代他们认为上帝透过梦对人说话。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许多的属灵经验就是透过梦经历上帝的说话，而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他说上帝好像是在人睡着的时候进入梦中向人说话让他们听见他说的话，然后来好像用警告惊吓他们。上帝讲话要人离开自高自大，因为他不愿意人下阴间。所以上帝用什么方式呢？好像梦境，好像用疾病，好像用这些苦难来提醒人要离弃他的罪恶。就好像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许多人还是因着喜欢，因着各样的原因去吃，而吃了我们的身体当然就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它违反了自然律，它已经离弃了那个让我们身体变好的可能性。所以以利户他其实强调他讲到上帝他一直是有在说话的，而且上帝透过这些苦难，他并不是要人进入在那个完全绝望之地，而是好像透过这样的管教的方式让人回转到他的面前。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要照着人的罪惩罚人，而是要使人不至于坠入那死亡的陷坑，让人至今仍然可以得见光明。以利户对上帝的认识，他透过他认识的上帝，他以上帝观点来说，上帝做这一切是接二连三为人做这件事情，是要人享受生命的亮光。所以他说约伯你现在要听我的话，你要安静听我说话，如果你有话要说，我愿意听，你只管说，我准备承认你说的话理直气壮。但如果你不说，我就安静你就安静的听我说话，我要将我知道的智慧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约伯的经历，在以利户来看，他提高一个层次到上帝的观点。的确不管是3个朋友或是以利户，他们说的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很正确。人很渺小，人无足轻重，像尘土一样。所以以利户也很清楚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回应约伯，并不是他特别伟大，特别有什么样的经历，而是他用他所认识的上帝观点来回应约伯。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以利户其实也受限于他的观点，因为讲到33章后面，他认为约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就得罪了上帝，早就不是那一个无辜清白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约伯跟他3个朋友的对话当中，人真的难免会得罪上帝，
所以许多的学者说，以利户其实是带着约伯他对约伯的观点仍然是觉得约伯要认罪悔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约伯记里面，以利户所分享的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么长时间约伯和他3个朋友对话之后，真的当人找不到答案，当人他真的是陷在那个苦难当中，其实最后真的很容易自我中心。所以其实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身为一个辅导者或被辅导的人，都需要一位第三者，用更广阔的视野，甚至不只是视野，是他有能力跟全能来带领人去突破自己的框架，一起共赢，而不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好像变成一种很危险的平衡，不服就倒，或者越服越倒。我想这都不是上帝使我们有权柄成为一个陪伴，成为一个关怀，甚至成为人的父母，或是有这样子长辈职分的原因。我想那原因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与另外一个人也一起在编织着那属上帝得胜的生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说到，人既然这么渺小，何以约伯记仍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想诗篇8篇3到4节其实讲得很棒，很清楚，说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约伯观点很有限，约伯也非常的渺小，跟你我一样。以利户3个朋友也都是这样，但我们却是透过上帝所留下来的经典约伯记，发现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甚至在那苦难当中，仍然可以承载上帝那无法测量的智慧，活出生命的美。你相信今天仍然是得胜的一天吗？以利户对约伯的回应，让我们来思想，尘土造的人，我们需要或应该，或者是要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能力和职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我们一口生命的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的心里渴慕那永恒存在的关系，特别是与你的关系。在今天我们看见约伯在他的苦难当中，影响了3个人、4个人，甚至世世代代的人，因着读约伯记，发现如此渺小无足轻重的人，却是即使在苦难中仍然可以承载上帝智慧的管道。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我们也求你来帮助，特别今天我们若是正深陷在那苦难当中的，主啊，恳求主你施恩的手要临到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限于自己的观点，让我们如同那仰望天空的时候，特别在那个晚上看得到星星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好像就是那里面的其中一点。但是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那整片天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带领我们继续在约伯记里面经历智慧。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